嚟到2026年第23條呢一度咧，佢就講到有一個正六邊形，咁喺呢度亦都 mark 翻低，亦都 label 呢個 A 至到 F 啦。佢亦都講到 AC 以及呢個 BF 咧就會 intersect at point G。好啦，咁我哋喺呢一度會見得到，而家 BF 咧有一個對稱嘅關係啊，咁佢就必定係會係同呢個 CE 就會係 parallel 啦。咁就變相我哋呢個 BG 都會係同 CE 係 parallel。咁因此第一句咧就會正確。咁同一時間咧，對於一個正六邊形嚟講，每一隻 interior angle 咧，其實同學就應該要記咗120度啊。咁喺呢度亦都寫翻一次出嚟，每一隻 interior angle 咧就會係6減2再乘180度，然之後 over 6，咁所以咧就會等同於呢個120度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睇翻呢個 triangle ABF 先，亦即係話 BAF 呢一度咧就會120度，咁就再加上 AB 同埋 AF 咧就一定係相等嘅嘛，因為佢係個正六邊形，佢每條邊長都相等嘅嘛。咁所以變相我哋就會講得到 AFB 呢隻角係30度，以及 ABF 咧都會係30度㗎。咁我哋如此類推咧，其實亦都可以講得到 BCA 以及呢個 BAC 咧都係30度㗎。喺呢一度咧，我哋就睇翻第二句，佢就提到呢個 triangle ABG 以及呢個 triangle BDC 啊，咁所以我就先將 BD 就拉埋一齊。咁其實係咪 similar 咧？就係 similar 嘅。點解咧？因為對於 triangle ABG 嚟講，佢有兩隻都會係30度噶嘛。咁同樣地，對於 triangle BDC 嚟講，首先 angle BDC 就會係30度啦。同一時間 angle DBC 咧，同樣地都會係30度啊。咁我呢度咧就唔寫晒出嚟啦。咁所以由於我哋已經有兩 pair 角係相等嘅話，咁所以呢兩個三角形咧就必定係 similar。至於去到第三個咧，佢就提到 triangle AGF 以及呢個 triangle BGC 啊。咁利用到 vertically opposite angle 咧，我哋就會得知道橙色以下呢兩隻角就會係相等啦。咁就再加上亦都有一 pair 30度就係相等。同一時間我哋已經知道 BC 同埋 AF 嘅長度咧就係相等嘅，因為佢係一個 regular polygon 嚟噶嘛。咁所以變相呢兩個三角形咧都會係 congruent，咁個關係咧就係 AAS，咁所以第三句都係正確，因此呢條答案就自然會等同於 D 啊。